每周可以一起做线上主日学的时候了。今天一样邀请我们大家跟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做线上的敬拜赞美。预备，开始。敬拜的歌唱完之后，又到了我们能够一起说故事的时间了。在今天的故事开头呢，雅茹传道一样要邀请大家先来听一段声音，请大家猜猜看，讲这段话的人是谁？哇哦，这真是哇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上帝创造了我，这真是非常的奇妙。过去的这几天，上帝都非常的忙碌。一开始什么都没有，接着每一天上帝都会做出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像光啊、海洋啊、天空啊、太阳、月亮、植物、树啊、花啊、鱼啊，还有鸟，你能讲得出来的什么都有。上帝创造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原因，而且每一样东西都很美好。昨天上帝创造出一些东西，称作它们为动物，它们都是很棒的生物，有大有小，有毛茸茸的，也有硬皮的，有斑点的，也有条纹的，有些有长长的脖子，有的有尖尖的牙齿。每一种动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真是太有创意了。接着，上帝做了一个最特别的东西。上帝创造了我，
上帝从地上抓了一把土，那将会是你所见过最新鲜的土，然后把我塑造成史上第一个全新的、最友善的人类。上帝的世界真是超棒的，我好爱呼吸那清晰的空气，吃花园里可口的水果。但我最爱的是那个上帝特别为我制作的东西。首先，上帝让我睡着，接着上帝取了我一根肋骨，把它变成最吸引我眼光的生物——女人。她好美丽。现在她是我的妻子，我们一起照顾那些动物，管理我们所居住的花园伊甸园。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上帝一定真的很爱我们。哇，我好感谢上帝创造了我。虽然上帝已经创造了所有的东西，上帝还是选择创造了我。大家有没有猜出来今天是谁在说他自己的故事呢？对，没错，就是亚当。哇，我们刚刚在听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亚当他非常的兴奋？因为他好像感觉到上帝送给他很多很棒的东西，对不对？没错，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给了他5方面的很棒的礼物哦。同学们，你们喜欢收到礼物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给了他哪5大方面的礼物。首先，第一个礼物，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呢，把他从泥土这样捏成一个人之后，他吹了一口气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上帝给亚当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上帝自己的生命的气息。上帝啊，他就对着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的气，从此上帝他的灵呢，也有一部分就是在亚当的生命里面了。那这对亚当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亚当他可以认识上帝，可以跟上帝说话，甚至可以和上帝一起工作耶。所以上帝给他这个气息的这个能力呢，是让亚当能够亲近神、认识神，而且能够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周遭有一些朋友，甚至是家人，他们可能还没有很认识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这些亲近的人，你会发现，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对神是谁，或是对信仰的一些追求，或是渴望。这就说明了，其实上帝真的是把这种能够认识神，而且与神亲近的能力，是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因此，我们也知道说，哇，这些人虽然他不见得现在是信上帝的，但是他里面一样有能够接近上帝的能力哦，他也有上帝的形象在他里面哦。我们从这里也学习到，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人，因为上帝已经把能够认识神、追寻真理的种子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了。这是上帝给人的第一个礼物。接着，我们就来看第二个礼物。第二个礼物是上帝把亚当放在一个漂亮的园子，那个园子叫做伊甸园。哇，这个园子有多漂亮呢？它里面长满了各种的花草樹木。你喜欢花草樹木吗？还有结很多果子，你看我在这边放了一些果子当道具，好，让我们可以吃，可以过健康的生活。而且更特别的是，那个园子里面还有4条很大的河流从伊甸园流出去哦。这些河流呢，可以滋润附近极大片的土地，而且里面
竟然有各样的宝石，还有珍珠，是不是觉得美美的很漂亮？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把人放在一个很漂亮、很棒的环境里面。我们在里面不仅不用担心自己的吃喝，甚至我们的心灵也可以非常的舒畅，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环境是很美的。各位，你喜欢自己所在的地方很漂亮，什么都有吗？你有自己喜欢的小柜子吗？你自己的书桌是不是也美美的呢？雅茹传道小时候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置物柜，虽然置物柜里面东西没有很多，但是我隔一段时间就喜欢去把里面收集的小东西排好，有的时候是笔记本，有的时候是笔，有的时候是香水的小罐子，有的时候是小娃娃。那排好的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好兴奋。那我妹妹她也有一个自己的柜子啊，如果我跟她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去故意把她的柜子都弄乱，把东西都弄乱，那这样她就会很生气。当然，雅茹传道这样的示范是很不好的，但是从这些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的生命除了物质上的需求之外，我们也有对美丽、秩序还有整齐的一些需求。上帝帮助我们活得快乐，不只是让我们有吃有喝而已，那还要让我们活在一个美丽的环境里面。所以从上帝的创造，我们有没有学习到，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用上帝的爱来爱彼此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帮忙照顾这个世界上的环境呢？比方说家里面如果能够维持一个美丽干净的环境，我们也就是用上帝的爱来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让学校的环境保持漂亮整洁，甚至是有美感，那我们也是用上帝的爱在爱我们周遭的同学还有朋友。这个是上帝给人的第二个礼物。第三个礼物呢，上帝给亚当的是自由的生命，还有一些保护他的规范。怎么说呢？就是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之后，他跟亚当说：“嘿，亚当，这个园子里面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哦，而且可以尽量吃，随便吃，吃到你饱。但是呢，也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园子里面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那个树呢，不能吃，因为吃了之后，你的生命会有危险，你就死掉了。”哇！所以上帝告诉亚当，这个园子里面哪些东西是安全的，是自由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还不能先碰的。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上帝教导的东西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或是老师有时候教的很像呢？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在安全的地方做各样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有一些规矩，我们如果去碰了，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上帝照顾亚当，也就像我们的老师或爸妈照顾我们的心情一样，不希望危险或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真的吗？真的做这件事就会那么危险吗？各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说，我们相信爸爸妈妈或是老师是爱我们的吗？那他们讲的话，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吗？我想大部分的同学们应该都是会乐意相信爸爸妈妈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来保护我们，但我们要相信上帝有一些规范是在保护我们，就不见得那么容易了，而且我们也不容易了解。所以雅茹传道也跟大家在这边一起学习，我们越爱上帝，越认识上帝的时候，也就越相信他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学习，越遵行上帝的心。
好，接下来呢，就到了第4个礼物。上帝告诉亚当怎么样在园子里面生活之后，上帝觉得，亚当这样子一个人在园子里面生活很孤单哎，这样不太好，所以上帝就造了很多的小动物来陪他，很棒吧？你喜欢动物吗？上帝呢，把泥土捏成很多很多的动物之后，就一一的带到亚当前面。哇，亚当其实他很聪明哎，他看到每一种动物，他就有能力像科学家一样去认识这些动物，而且还帮他们取名字，取的名字都还不会重复哎，还能够把它们分类。所以其实亚当他是很有统管世界的一个智慧的，他有上帝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在他身上，而且也能够跟上帝合作。这是上帝给亚当的第4个礼物，就是很多的动物好朋友，来让他在园子里面的生活丰富多彩多姿。但是其实，当亚当跟这些动物认识完，帮他们取名字之后，他心里其实也发现，这些动物并不适合当他生命中真正的帮手。亚当一一认识完这所有的动物之后，他也慢慢发现，他自己更适合什么。所以上帝呢，就让亚当让他睡着，上帝再从亚当的肋骨这边取一根出来，然后造了一个跟亚当很像的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夏娃，对不对？等亚当醒来的时候，身上的伤口是被上帝医治愈合之后呢，就看见，嘿，那边怎么有一个跟我很像但是很漂亮的女生？他看了好开心哦。于是亚当从刚刚的一个可以帮动物取名字分类的一个像科学家一样的，忽然变成了更厉害了，变成一个诗人的性格。他开始为这个他喜欢的美女夏娃做了一首诗。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他就这样写了一首诗，很简单。然后他就和他这个女朋友变成夫妻，他们2个人就一起在伊甸园里面过着一起管理上帝的家园的一个生活。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再复习一次，上帝给了人哪5大礼物呢？第一个，上帝给了人他自己的气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有信仰的种子去认识神、亲近神。第二个，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代表他给人很丰富的环境，还有优美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很平安快乐的生活在里面。第三个，上帝给人生命的自由，还有安全的规范，让我们在生活的时候知道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安全的做，哪些事情我们做了会有不好的后果。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智慧。第四个，上帝造了很多我们在世界上的很好玩的动物朋友，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们，而且跟他们有好的互动，也能够管理他们。最后，上帝给我们最宝贝的是一个跟我们一起同行的帮助者，就是一份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现阶段可能是发生在朋友、家人、兄弟姐妹之间，而在这样的亲密关系里面，我们会体会到爱的力量。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虽然上帝的创造跟我们现在的世界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学习到上帝的心，原初是要给我们这5个很宝贝的礼物的。我们愿不愿意在依靠上帝的时候，也跟着
上帝的心，一起来保护上帝给世界、给人类的这5大礼物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你真的是给人好多好棒的东西，不论是美好的环境、丰富的饮食、亲密的关系，或是一颗能够认识你的心，都帮助我们能够满足、安稳而喜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主耶稣，虽然这个世界因为许多人的罪恶有败坏，但恳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依靠你，跟你同工，来保护这5个你给世界很棒的礼物。谢谢你来照顾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生命，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邀请我们一起来奉献，用这些微薄的金钱来表达对上帝的尊敬、感谢还有爱。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现在来奉献，我们献上一点微薄的金钱，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并作为圣工的使用。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又平安地过了1个礼拜，现在我们又可以一起唱诗歌敬拜赞美你，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每个人不受疫情的伤害，让我们每个人都平安健康快乐。虽然有些店家已经开放内用，但是我们知道还是会有染疫的风险，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最近因为西南季风的关系，中南部地区一直下雨，还有台风，求主保护我们大家都平安。父亲节快要到了，但是我们没办法来教会庆祝父亲节，愿全天下的父亲都可以有健康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5的16节。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5章16节。